当心来祈祷。至圣的上帝伫寒冷的天气，你的圣神要烧热阮敬拜的心，恳求你的圣神点伫阮所有兄弟姊妹，阮的心中，点到教会圣殿的祭坛，互你的圣洁的火、圣神的权能，大大运行伫这个会中。愿将所有侍奉的同工交伫你的圣手，愿主你的圣神充满伫因的内心。你用油抹阮的嘴，用宝血洗净阮的心，互阮所唱的诗歌，互阮所共读的圣经，互阮所发出的祈祷，句句拢是上帝你所欢喜的话。愿将所有侍奉的同工交伫你的手中，求主你互阮真侪祭司伫上帝你的圣殿中间献上圣洁的祭，也互阮兄弟姊妹伫礼拜中间，通领受上帝你对天灵来属灵的画面。阮真欢喜有阮的兄弟姊妹也对台中做伙倒来到遮做礼拜。阮恳求天父上帝，互阮今仔日的礼拜是一个同心献上荣耀感恩的礼拜。也愿上帝你的圣神伫阮中间，对头到尾。你家伫这个所在来掌管，阮安尼恳求祈祷，我叫所有圣名，阿门。
万国啊，恁着阿罗耶和华；万百姓，恁着称呼伊，因为伊对咱大施慈爱。耶和华的诚实永远直直，恁着阿罗耶和华。世间情人拢着添情，牺牲行天面前，无伫歌女世间俗事，逐项稳定伊受事。上帝讲入伊的圣殿，咱着敬拜心敬虔。这是咱三个来吟圣诗，学了咱的上帝。圣诗152首，我来朝见你，救赎我的主。你是我所靠，我心的救主。为着可怜我，你捌受苦痛，阮一切挂虑，求你来讨帮，请起立，金泉手。我来朝见你，救赎我的主。你是我所靠，我心的救主。为着可怜我，你捌受苦痛，我一切挂虑，求你来讨帮。你就是慈悲稳定的君王，永全命伫你，万民所尊重。叫你大抗命，以关心将官，献出你纯洁，大哥来救我。罪就是我命，我对你相尊，一切的恩惠，再令你所分，叫你将信用还了夫妻关，使我路归来，也起来顺转。祝你有清晰完全的温顺，你白马天出，赞音甲同分，愿你受顺，丰盛的恩惠，地完全一地，和爱来作对。我有记你，我不为茫茫，你主的永远，所心无空空，有事愿和平，安静。
是咱三角用使徒圣经来做咱的信仰告别。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彼拉多林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他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免。下次请坐。这是咱三角来启应，启应文28篇，记载伫诗篇139篇。启应文28篇，耶和华啊，你已经监察我，捌我。你对远远知我的念头。我一切所行的，你也深知。耶和华，我的嘴所讲的话，你无一句毋知。你伫我的前后为我，换手伫我的下顶面，即款的财物奇妙，我袂会测度。真悬我袂会到。我要去倒落闪避你的神。我要行去倒落闪避你的面。我若上天，你伫遐；我若困伫阴间，你也伫遐。我若天开清早的时，回到海的尽头。就若伫遐，你的手也要引带我。你的正手也要牵我。我若讲黑暗要压砍我，就黑暗也袂会压砍我，互你无看见。黑暗暝亲像日时发光。黑暗甲光明，伫你看拢是一样。上帝啊，你的意思对伫我到遮宝贝。你的想法到遮多。我若要算伊，比海沙较济。我困精神的事，犹原甲你三角伫地。上帝啊，求你监察我，知我的心思，试验我知我的意思，看我有啥物歹所行无。带我行永远的路。这是咱过来吟圣诗，圣诗160首，疼痛的神降临，点我内心，将你的热情发光对我显现，保惠师请近我，入我心甲我大，想使圣火，互我心热无缘前，请坐咧金泉手。
只是请三脚额头来祈祷。至尊至悬，阮的阿爸天父，阮深深感谢你。新的一年已经开始，阮伫新的一年拢有无同的期待甲目标，毋管是已经起步的，还是规划中的，阮拢恳求主来看顾带领，互阮新的一年是丰富的、充满使命的。对年头甲年尾是充满稳定的。总是阮嘛向上帝求讨，互阮有搁较侪智慧来追求合你心意的事，越头无看虚假的事，互阮的生活有真实的平安甲快乐，互阮的课业甲工课有真实的进步甲成长，互阮甲朋友有真心的交流关怀。互阮甲厝内的人有真实的担当甲分享，互阮的信仰造就阮的品行，以及阮的所想、所讲、所行。阮知阮的日子需要精进，需要固守性命的根本，但是阮无追求虚假的财富、虚假的名利、虚假的形象，因为阮相信上帝搁较意爱坦然真实的阮。真心对待阮的朋友嘛是安尼。主啊，若是遐个虚假无利益的物件，阮无爱，求你帮助阮去杀伊，互阮伫主内有追求真实的自由。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免。赞美，咱请献歌队。
这时，请咱大家来恭守上帝的话。咱先来看一位圣经，记载伫旧约圣经列王记上22章59至9节，以及13节至14节。列王记上卷22章第5节，约沙法甲以色列王讲：“请你今仔日问耶和华的意思。”以色列王就自执先知约400人，问因讲：“我着上去基列的拉末来交战，也是着煞？”因讲：“通上去，因为主要将伊交伫王的手。”约沙法讲：“伫遮减无还有耶和华的先知，互咱通对伊来问吗？”以色列王甲约沙法讲：“还有一人是임拉的囝米该亚，咱通对伊来问耶和华。总是我怨恨伊，因为伊所参与我的，拢无好话，只有灾祸尔定。”约沙法讲：“请王无得安尼讲。”以色列王就调一个官员来，讲：“你去叫임拉的囝米该亚紧紧来。”咱搁来看13节，迄个去叫米该亚的使者，甲伊讲：“看，众先知拢讲一样话，对王讲好事，求你所讲的甲伊相同，平平讲好话。”米该亚讲：“我只应我耶和华来讲，耶和华对我讲啥物，我要讲伊。”咱搁来看一位圣经，记载伫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第1章第1节到第6节。提摩太后书第1章第1节，对上帝的旨意，照伫基督耶稣换命应允，做基督耶稣的使徒保罗，批寄予我所疼的囝提摩太。愿你对父上帝甲咱的主基督耶稣得到恩典、怜悯、平安。第3节，我感谢上帝，就是我煞接列祖用清气的良心所服侍的。伫祈祷的时，我想念你无煞，记得你的流目屎，暝日翕幕见着你，互我满心欢喜。念着你心内无假的信。这个信是大声点伫你的外妈罗伊，甲你的老母尤尼基。我深信这个信也是点伫你。为着这个缘故，我点醒你，爱你将上帝对我的下手所予你的恩赐搁训诫，亲像后悔搁严一样。以上讲道题目是持守无畏的信，咱请曾牧师。所听下的姊妹，大家平安。身为恁的牧师，身为一个讲道者，我常常咧问我家己讲，一个基督徒上重要的功课到底是甚么？所听的姊妹，你敢捌问过你家己？伫我的人生中间，我所需要听见的生命的功课，对一个信息是上重要。基督徒所需要最基本的信仰的功课，到底是甚么？我一直咧问我家己，我嘛斟酌咧回想，我对细汉读到今仔日这本的圣经，伊怎样讲到对我生命有造就性，袂当无听见最基本信仰的功课，敢是诚实？敢是良善？敢是高人民人？敢是一生敬畏上帝？敢是愿意一生过圣洁的生活？所听的姊妹，咱来到教会，特别是面对读经、听讲道的时，
咱愿意听到什么种生命的信息？今仔日咱要读的圣经，就是咧讲起人咬喙焦，毋是因为无饼通食，无水通啉。人咬喙焦，乃是因为黑暗的世代听袂见上帝的话。愿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用伊的慈爱，用伊的祝福，对咱每一个兄弟姊妹讲怜悯的话。咱要领受圣经进前，咱搁一摆同心来祈祷。至圣的上帝，阮恭敬进入你的礼拜堂，伫你的圣殿，阮看见阮所亲爱的兄弟姊妹，对远远，特别对台中岛的家生，甲因两个查某囝，以及所有阮三亲爱的兄弟姊妹，阮伫礼拜堂来求主你祝福，也求你亲像天父，将你的智慧，将你对阮人生好的造就、圣洁的话来对阮讲起，阮要静静听。就亲像今仔日以色列的国王亚哈，伊问伊的先知米该亚，伊讲愿你对我讲上帝的话，主求你也对阮讲话。阮伫你的面前邀请圣神。将上帝的话讲给阮听，阮伫你面前同心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听上帝的话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希望咱的生命会通日日老练，长大成人。听上帝的话的意思，就是会通帮助我成做一个生活伫上帝光明道路中间的基督徒。所以今仔日我要邀请兄弟姊妹，咱来听圣经的话，无论是先知，无论是使徒，伊对伊的囝儿提摩太所讲，都要持守你的阿嬷、你的妈妈所予你的信仰，坚持真实无虚假的信仰。愿上帝感动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咱来建立一个传承信仰的家庭，将上帝予咱的信仰传予咱的囡仔。今仔日的旧约的圣经讲到一个真特别的世代，咱对诗篇较熟，特别是圣经的旧约中间，咱多数人对诗篇拢是上熟的，因为诗篇有真侪祈祷的诗，嘛有真侪学乐的诗。但检查到对旧约的历史、旧约的先知书就较无遐熟，牧师讲道嘛较少讲到这部分，因为我拢会对照新约甲旧约。新约甲旧约，特别是旧约中间，较常常伫圣经新约内底受引起来读的，大概多数拢是诗篇、以赛亚几本册。咱伫今仔日，咱会当来对旧约的一个真特别的人，叫做米该亚，伊是一个先知。这个人伫历史的记载顶悬，伊无甚物特别的花俏。介简单来讲，伫所有的先知中间，伊算是一个最低调、最安静。无经过新约技术的一个人，但是伊伫旧约的圣经中间，伊最特别互人纪念，就是伊讲实在话。就亲像保罗讲，是就讲是，毋是就讲毋是。米该亚就是这个人。所以拄则恁咧读圣经的中间，毋知咱有注意到，迄个国王足不爱看到这个人。伊讲这个人吼，伫我面前讲话吼，若毋是骂我，就是甲我咒惨。无讲一句好听话，袂甲我拍马屁。王明明知影这个人所讲的话是实在，但是伊甘愿互另外400个先知甲伊骗，因为伊爱听好听话。这就是一个人性。这个世间的情景，人多数拢甘愿互骗，啊听好听话就好。所以今仔这个圣经对咱来讲是一个真重要。咱伫人生的中间爱知轻重。爱知是非，愿天父上帝对咱来讲话，因为整个圣经的历史4000年前到今仔日，整个历史讲的人性，甲人生所发生的代志，无分犹太人甲台湾人，无分古早甲今仔日，一再来重演。所以圣经是一本信仰的历史，但是圣经嘛是一种
人生的写照，人生的写照。伊会讲到咱过去、今仔日甲将来。愿上帝帮助咱，真做一个有上帝话通造就的基督徒。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先知书中间有一本册，伊是最后旧约要结束的迄个年代，大概就是主前公元前第5世纪400几年，阿摩斯伊讲一句话，代表以色列有一段真黑暗的世代，就是先知迄个时段。伊讲一句话，伊讲人咬喙干，毋是无饼通食，喙干毋是无水通啉。乃是因为唔听上帝的话，乃是因为不听耶和华的话，迄是好本的圣经的翻译。但是伊真正翻译伫白话字的翻译是甲伊讲，因为因听袂见上帝的话，唔听甲听袂着是无共款的意思。但是这段圣经的意思是讲，人喙干是因为因听袂到上帝的话来喙干甲要求，所以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一个礼拜，咱问咱家己，咱心内敢有较无想要明白咱的将来？咱的心内敢有较无？要因为上帝宝贝的话，咱成做一个有智慧的人。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甲咱三角地带，今仔圣经讲到3个人，一个叫做保罗，写批互提摩太。佮另外一个就是伫旧约中间叫做米该亚，这个人甲以利亚是同迄个年代，咱对以利亚这个先知的名作熟，因为伊足够行神业，而且这个以利亚这个人是一生无死亡，伊最后临终的时，是上帝差遣天使，用迄个火车甲伊接上天，真荣耀的一个先知，手中真有祈祷行关灵，所以伊甲亚哈王的450个巴力的先知，伫遐车柄，伫迄个加密山顶悬祈祷讲，啥物人的上帝较牛？以利亚伊伫祈祷了后，上帝降火来接纳伊伫祭坛顶悬所奉献的。以利亚甲米该亚是共迄个年代的人，米该亚是一个足低调，伊无做真侪神业奇事，但是伊一生只有重视上帝爱伊讲什么，伊就讲什么。所以当我读到米该亚这个人的名的时，我嘛仰望咱的教会，我嘛仰望咱的兄弟姊妹。咱是一个会晓得是就讲是，毋是就讲毋是。咱是一个会晓得对咱的囡仔讲话，对咱的囡仔讲上帝的话的士大人。愿天父上帝甲咱三角地带，所以当咱咧讲起上帝将伊的话赏赐互咱世间人的时，伫黑暗的世代人听袂见上帝的话时，咱伫今仔日个礼拜一个时间对圣经的话，咱有一个真要紧的祈祷。上帝啊，求你对我讲话。兄弟姊妹，咱常常咧听候、渴望。甚至埋怨，咱甲上帝讲：上帝，我较将来毋捌听见你讲话。但是咱敢捌想到上帝会安尼甲咱回答讲：戆囝，我早就甲你讲过啊！恁礼拜堂中间敢有一本册，每个日拢放伫迄个所在，我的话就写伫迄个内底。戆囝，我早就已经甲你讲话啊！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准备好势。静静来听，恭敬来听。所以今仔牧师送互咱一段圣经做恁的祈祷。大家透早起来用这句话祈祷。伊讲每一日清早，耶和华提醒我的耳孔，互我会通听见，亲像学生受教师，互我亲像受教的人，阮会当愿意能听的耳朵。阿们。将这句话送予所有的这青年，恁若要真侪有知识、有智慧的人，都爱静静听。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咱伫祈祷的中间，咱甲上帝讲：主啊，求你对我讲话，也求你，互我听会明白。主将你的话放伫我的心中，
主将你的话放伫我的耳孔中，主将你的话放伫我的脑海，我的心思意念，想使我会当听到上帝的心跳。求天父上帝，互我会当真正听到上帝你的轻重，你爱我明白人生轻重的话。所以先知米该亚以及提摩太，保罗学了伊讲：你煞接你的阿嬷，你的阿嬷，恁的家族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家族，是就讲是，毋是就讲毋是。所以保罗学了因的家族讲：恁的家庭是一个真实无伪，真实无虚假。愿天父上帝将这个记号，就生命上重要的记号，敢毋是诚实嘛？可能诚实毋是上重要，但是真困难分割，什么是上重要？检查敬畏上帝是上重要，检查怜悯人是上重要。因为圣经讲，其中上大的就是听。但是诚实最基本上是基督徒上要紧的 DNA 生命的特质。所以，愿天父上帝帮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对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就是伫旧约中间的北以色列。圣经内底，犹太人分两派：北方联盟、南方联盟。北方有10个支派，南边有2个支派。所以北部的迄个10个支派叫做北以色列、北以色列、北国、北国。南边是叫做南犹大。伫将近500年的时间，对大卫做王，一直到500年后伊的子孙，这500年中间，以色列的历史生活伫一个战乱战争。对所罗门以下，大概犹太人北国嘛有20个国王，南国嘛有20个国王，但是北以色列这20个国王基本上荒淫无度，就是一个无圣洁伫后宫画数百个这个妻妾。对什么人开始？对所罗门。圣经咱常常学到所罗门足够祈祷，咱嘛学到所罗门足有智慧。但这个人空有智慧，会晓讲别人，不晓讲家己。所以所罗门王到晚年，其实实在是得罪上帝。有700个伊的后宫内底，伊的太太，700个敢摆得平吗？这700个，有人引诱伊开始去拜外邦的偶像。伊袂记得伊的祖先所敬拜以色列，所以对所罗门以下开始，一直到亚哈，就拢总常常心内有上帝，但是心中嘛无上帝。亚哈王伊的太太叫做耶洗别，耶洗别这个查某人是一个公主，是腓尼基国王国。腓尼基就是伫地中海东边，大概今仔叙利亚这一带，一直到以色列这个迦南地这带的一个古早国王的王子、公主。这个公主拜2个神，一个叫做巴力，搁另外一个女神。伊将这2个神，一个介绍给亚哈王，就是介绍巴力给伊，伊家己拜另外一个神。所以以色列对迄个时阵，其实无互上帝欢喜。亚瑟别拜2个人，一个就是巴力，一个叫做亚瑟拉、阿瑟拉。这个亚瑟拉是一个女神，所以亚哈王有450个祭司神殿，这个女王亚瑟别嘛有400个神殿，一个女神庙，一个男性庙，其实是一个淫乱。伫迄个所在掌管生殖。恁就知影，若甲生殖有关系，叫做双修共修。所以对自古以来，人类常常用家己的想法来创造伊的宗教信仰，上帝真无欢喜。所以这个故事，拄则牧师有甲咱复习，就是以利亚受上帝差遣，伫遐谴责这个巴力450个祭司。伫迄个中间，上帝表明伊极大的权能，甘伊的火来接纳以利亚所修的。所以伫迄个时代，
南国甲北国因相同伫战乱的中间需要出兵，所以今仔日的圣经米该亚这个故事就是亚哈王有一届甲南方联盟、甲南方犹大国的国王联合，想要出去战争，所以伫要战争进前，因问神，但是咱犹太的国家的以色列的王心中也有敬畏上帝，所以伊就问伊就即个南方的王叫做约沙法。约沙法就问亚哈王讲：咱除了问巴力的祭司以外，敢无咱的上帝耶和华的神祗嘛？是安那咱爱去问当机，是安那咱去问倒头，是安那咱毋爱倒来问上帝。所以约沙法就安尼讲了后，亚哈王不得已就甲伊讲：有啦，还阁有一个，伊无爱去找以利亚。因为伊的太太亚西别气到要死啊，所以讲还阁有一个叫做米该亚，所以咱通叫伊来问，但是我足无爱这个人，我足讨厌这个人，因为伊所讲的启示参悟伫圣经的意思就是启示，伊所讲的启示无一句是好话，较有影无好话，其实若无互伊听，就是无好话，所以人性中间有一种的矛盾，有一种的袂合是无合我的意，就毋是好话。所以连国王嘛安尼。所以伫圣经的历史中间所讲的就是歹的王甲假先知人结合做伙，哇！这个国家就乱糟糟。歹的王甲假先知人结做伙，就乱糟糟。这个人拢无好话。约沙法甲伊口劝讲：王啊，毋通安尼讲，毋通安尼讲。所以伫迄个中间，王不得已就叫伊一个官员去找即个米该亚。这个官员去找米该亚，找先知的时阵，甲伊讲：米该亚，你小可妥协一下啦。人450个巴力的先知，人伊都拢讲好话。你等下去国王遐吼，你嘛为着你家己将来好，你嘛讲较好听的话啊。所以这米该亚去头一摆，那想咧甲伊讽刺。伊咪讲，哎呀，去啊！你一定赢。迄个王知影伊咧讲讽刺的话，伊讲你什么时阵才要实在甲我讲正经的话？米该亚第二届就甲伊讲，我看见上帝坐伫荣耀的施恩宝座。上帝讲，我看见我的羊群亲像无牧者的羊仔囝。伊讲即句话了后。王的先知就是带头去甲伊招来迄个先知，假先知，甲伊扇嘴皮。伊讲：你凭什么知上帝的圣神离开阮？你有看见吗？迄个圣神对一条路出去。伊甲上帝先知米该亚扇嘴皮。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知影米该亚是一个今仔基督徒应该学习。信仰的老师，咱的信仰的前辈，请容允我提醒咱《列王记》第22章13节的第一句。伊讲，迄个叫米该亚来的使者，甲米该亚讲，所有的先知拢讲好话，共一种的话对王讲好事，你敢袂当好好我讲吗？米该亚伫迄个所在讲，我恩我的上帝救主。上帝若叫我讲什么，我就讲什么。所以，兄弟姊妹，伫今仔日，咱是恭敬来听上帝话，毋是听牧师的讲道。咱也知影，当上帝话被尊重，迄个所在要受祝福。恁相信吗？恁相信上帝话是带来永远的活命的开始吗？你相信？若是一个家族照上帝的话，迄个家族要到代代无尽，你相信吗？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甲上帝讲：上帝，你的奴仆恭敬地听，只求你对我讲话。所以伫这个所在15节，米该亚对王讲：王问伊讲，我通出去战争吗？米该亚笑笑啊，甲讲。会当啊，你去啊，因为你的身体敢无拢甲你讲好啊，有影的。但是国王知影伊是咧
讲反面话。所以国王伫个所在，伊讲：我明明，我严肃，我真心中命令你，奉耶和华的名对我讲实在话。所以米该亚是一个代替上帝讲上帝话的一个人。所以，愿天父上帝，互咱的教会是一个到代代拢重视宣讲、传达上帝应允、上帝教示。上帝责备，上帝宽免，上帝伊的律例甲伊的改变。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米该亚安尼讲，我看见以色列正百姓四散伫山林，亲像无牧者的羊。耶和华安尼讲，这个无主人的人，因通逐个人平安倒去因的厝。这个意思足深。伊讲羊无牧者，即句话咱较容易了解。第二，伊讲因通亲像无互君王控制自由的人，倒去因的家庭。因为圣经对起头就有讲起，独耶和华做王。但是以色列人无爱耶和华做王，所以伊就甲上帝讨王，所以就讨着大卫，讨着所罗门，后来讨着亚哈。一直500年乱吵吵，所以圣经大笔才会讲，独耶和华做王。所以这句话真深，大家人要受讨绑，真理要互人得到自由，人无搁再受控制，独只有真理的上帝，伊家己要引出伊的百姓。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真做一个无受到这个世间来捆绑。无亲像牛磺更鼻孔，戆戆拖来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真做一个有真理、有圣心的基督徒。所以米该亚最后，伊看到这个国王脸色难看，所以伊甲伊讲一句话：你着听耶和华的话，无论好话歹话，你着听。因为我看见讲这句话的耶和华。伊坐伫荣耀天堂施恩宝座顶悬，愿天父上帝也安尼，伫今仔日个礼拜，互咱才做一个会晓听上帝话的教会。所以今仔日我要甲咱分享3个祈祷。第一，求天父上帝赏赐咱顺风耳、千里眼，这是一个譬如啦。但是求天父上帝真正赏赐咱有一个谦卑的耳孔，清气的耳孔。咱伫今仔日个礼拜第一个祈祷，咱甲上帝祷告，求主你赏赐我有智慧的心，会当听见上帝你的话。拄则我甲咱分享的即句，就是写伫咱今仔日个周报金句。原来用即句话，常常逐日透早困醒起来，主啊，今仔日要发生好的代志。主啊，伫今仔日。求你赏赐你的话，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用以赛亚50章第4节的第2句，耶和华逐日、逐早起提醒我，逐早起换新伊的恩典伫我人生中间。耶和华赏赐我，会晓听明白，亲像一个巧巧的学生，老师讲什么，我就该记起来。愿天父上帝帮助。今仔日个世代啊，对啊讲，毋对啊讲。今仔日个世代，毋知是要听啊毋听，毋知是听袂起上帝的话，还是毋愿意听上帝的话，拢分袂清楚。甲古早共款，人类的历史一再重演。今仔日个米该亚是伫将近2800年前，2900年前，以利亚、以利沙是大概2850年前迄个时代。古早的代志，今仔日犹原继续来发生。这个国王一直对以利亚到亚利米，一直到先知最后一个先知结束。这500年中间，不但发生人欺骗人，人亵渎上帝，应该敬畏耶和华，却去拜巴力，甲伊的负责人，甲遐个女先知交结淫乱。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咱静静听，检查上帝的话听起来
真严格。所以保罗伫伊的批信中间讲，毋通消灭圣神的感动。你还会记迄句话吗？你的心内若有感动，你爱问讲，这个感动是好的感动，还是歹的感动？若是好的感动，有可能带有责备，有可能代表宽免。咱爱欢喜听，因为毋通消灭圣神的感动。求天父上帝帮咱。西底家就是希西甲亚哈王派去找米该亚带头的这个人。西底家伊伫圣经中间有出现几摆无共款的人共一个名，其中今仔伫列王记22章24节，这个西底家伊甲这个米该亚献出去，笑死人！上帝敢你家己独有？上帝敢有离开阮的家族？有啊，西底家甲亚哈王，因早心中就无上帝，因阁毋知影。伊讲耶和华的神哪会离开我？兄弟，耶和华想事，耶和华嘛有权柄收回。耶和华想事，耶和华嘛有权柄收回。上帝毋是无插代志。只不过就是上帝可能要个怜悯帮助咱，求天父上帝帮助咱。西底家这个名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我的工具，所以真好笑。这个甲米该亚先吹灰这个假先知啊，伊的名好亲像咧嘲笑他，伊是一个自以为是、自以为意的人。伊做假先知，个做甲他真的。哦，主啊，怜悯。帮助我，第二个祈祷，我要邀请兄弟姊妹认真看重咱家己的信仰。咱做基督徒是一个真荣耀，所以要活得像上帝。米该亚的名就是这个意思。米该亚的名甲米迦是同一个字的意思，所以米该亚这个名，米该亚这个名的意思就是。谁像上帝？所以今仔日第二个祈祷，咱要用米该亚讲：主啊，我要亲像米该亚，亲像米该亚，亲像你。我要活出上帝你的荣耀。主啊，你活伫我的内底。所以我成做一个真正实际的基督徒，活出上帝的荣耀。主帮助咱，主真欢喜听咱的祈祷。伊讲：恁就完全亲像我，是完全的上帝同一样。所以第二个，伫咱今仔日个礼拜中间，咱应该家己立志讲：我要坚持不妥协，我要坚持不妥协，亲像米该亚。伫这个世代，我无要讲拍马屁的话，讨好人的，是毋对的话，讲敢若真的，求天父上帝帮助我。保罗有这种的体会，所以米该亚离开了后，到伫900年左右，800几年。到保罗的时代，保罗真知影人性不可靠，人不可靠，所以保罗伫伊的批中间，罗马书第3章22节、23节，伊讲世间人拢犯罪，得罪上帝，亏欠上帝荣耀。世间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神的荣耀。这个亏欠的意思，原文的意思就是缺乏。上帝的良善，这个欠缺意思就是讲光离开啦。所以其实黑暗是无存在，黑暗是什么？黑暗是光离开。邪恶本身嘛无存在，邪恶本身是一个空的空虚。邪恶是什么？是因为人的心内无有上帝的良善，所以良善啊离开人就邪恶，光啊离开黑暗就来。其实黑暗是无存在。最重要是光伊的实质，上帝本身若是光，伊伫人的内底，人的生命就有光。上帝若是良善，良善若伫人的内底，人自然就良善。求天父上帝帮助咱。所以第二个祈祷中间，我要邀请兄弟姊妹，你看你的囡仔，揽你的囡仔，拥抱你的囡仔，陪你的囡仔。今日足欢喜看到家生甲2个宝贝女儿。今仔日做礼拜，
牧师有一届伫台中在逛街时，去看到家生的查某囝大汉啊，伫遐咧工作，足欢喜，伊走来甲牧师讲：牧师，我就是俊爷。上帝祝福咱，将来咱的囡仔要成做咱心中的安慰。互上帝的良善，就亲像罗伊甲幼年期阿嬷妈妈将迄个信仰传互伊的囡仔提摩太。阿免吗？求天父上帝祝福咱的家族，因为咱是属上帝的家族。求天父上帝帮助咱。所以提摩太后书第1章第3节，伊讲：我感谢上帝，就是我刷接我的祖先。这是保罗。保罗讲：提摩太，你的家族是安尼的家族，我的家族嘛是安尼家族。所以保罗讲：我嘛刷接我的士大人，用清气的心来服侍上帝。所以我的祖先，互我这种的骄傲。提摩太，你嘛安尼？所以提摩太啊，你是我的属灵的囡仔，我无结婚，我是你的牧师。提摩太，我日日为你祈祷。保罗就是这种的心意。伊讲：我伫祈祷的时就想到你。愿你的阿嬷罗伊，你的妈妈幼年期，因心内迄个诚实的信仰，伫你的心内长长久久。愿天父上帝帮助。所以提摩太保罗伫伊的批内底安尼写，伊讲：我少年伫你心内迄个无假的信心。我是少年你的时，我就想到恁的家族是一个实实在在、诚诚实实的家族。所以保罗伫迄个所在讲：你有一个好的阿嬷罗伊，你有一个好的妈妈幼年期，我深信因的信嘛要踮伫你直到永永远远。阿免嘛。主啊，这就是咱的福气。上帝要祝福咱的囡仔，互因比咱更加阳光，互因比咱更加奋起。这叫做力上加力，温上加温。所以保罗伫最后伊讲：就会记日，我提醒你，你也会记日，我去恁兜的时，我甲你梳头壳，我有甲你换手。保罗讲：提摩太，伫你的妈妈幼年期的厝，伫阿嬷的厝的内底，老师有替你祈祷，换手伫你的顶悬。上帝赏赐你的恩赐，要去怎样奋志，亲像火炉定心点互旺。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赏赐咱，穿甲了袂掉，活跳跳火热的信心，好吗？求天父上帝伫这个寒冷的天气，将伊火热的灵放伫咱的内底。最后，当上帝将伊的话放伫咱的喙，当上帝将伊的话放伫咱的心，上帝就要找见咱，亲像米盖亚勇敢站起来。无论伊是国王还是宋乡人，伊拢讲实在话。米盖亚袂讲伫亚哈王的面前讲一种话，伫遐个即做劳工做奴隶的即下阶层的人，佮讲另外一种话呗。米盖亚是一个讲同一样，对好人讲好话，对歹人讲宽免提醒的话。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咱甲换手伫咱的心，讲主你怎样讲，我就怎样讲。主你的话，就是我脚前的灯，我路上的光。主帮助咱，互咱亲像米盖亚，互咱亲像保罗。咱无一定爱讲话，但是咱人生的态度，是就是是，毋是就是毋是。无论有人看无人看，拢有上帝咧看，对吧？无论有人看无人看，上帝永远咧看。所以是就爱是，毋是就是毋是。求主帮助咱。所以保罗有一个态度，伊无凊彩讲上帝的话，意思就是讲伊无讲花言巧语啦。所以你会记得保罗讲：我岂不是一个擅长讲道的人吗？我不愿意用委转智慧婉转的话语，我不爱用迄种专门咧甲人安尼烧耳孔的话啊。所以保罗甲伊的学生提摩太讲，毋通乌白讲上帝的话。愿天父上帝帮助咱，
互咱真侪祝福人。咱所讲上帝的话，互遥过的世代，人得到满足。人咬喙焦，毋是无饼通食，无水通啉，乃是因为听袂见上帝的话。兄弟，下记日，上帝是咧甲咱讲，你的囝儿需要听见上帝的话，安尼对毋对？咱的囝儿需要听见上帝的话。愿天父上帝帮助咱。这个世代到底是无愿意听，还是听袂见？咱为咱的教会祈祷，讲上帝求你，互阮的教会虽然关伫草地小小的教会，但是愿上帝你的话通过网络，伫云端的顶悬，互最最枵喙焦的人，因通免费听到上帝的话。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咱毋免烦恼讲啥物人要听，但是愿咱的生命、咱的生活就是一篇讲道，愿咱的生活本身就是一篇无声音的讲道片。求天父上帝帮助，请记得今仔圣经美个阿讲，上帝讲，我看见以色列的百姓四散。亲像无牧者一样，愿天父上帝组织咱，咱今仔日伫这寒冷的天气中间，咱搁做伙来。阮今仔日透早咧穿衫咧咧准备要做礼拜时，阮就咧讨论，伫阮兜就咧讨论。今仔日多数的人可能会伫直播的现场参加礼拜，上好就是看被，倒伫咧眠床顶安尼较烧啊，较温暖但是今仔上远的，就是对台中岛的家庭。主帮助咱，伫今仔这个礼拜，咱不搁再需要有人管咱，独独耶和华做咱的王。所以耶和华讲，这个无主人的人，就是讲因就是自由的人啊啦。独独上帝要做因的牧者，求天父上帝帮助咱，用咱的生活，用咱的生命。将上帝表明出来，这就是替上帝讲话。用咱的生活，将咱的信仰表明出来，这就是代替上帝讲话。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上帝将清气无瑕疵，上帝将真实的信心放伫咱的内底，直到世间的落尾，咱同心来祈祷。主感谢你，你伫逐世代所做奇妙的事，早伫地，今仔伫地，将来也永远伫地。一个将近3000年前，阮的信仰的前辈米该亚，伊的故事今仔日对中东来到台湾，对外面来到阮的心内。主，当阮听见这个故事的时，阮立志，你的教会要互你使用。你的囝儿查某囝要用因的生活来表明上帝你的话，感谢俄罗你，独独耶和华做王，到代代无尽。阿们。
即是咱三个来吟圣诗来应答上帝的听。圣诗185首，上帝命令，众人着听，欢喜承受，福音真正，圣册笃现，上帝大恩，自救世间，解人忧闷，请起立吟全首。上帝命令，众人着听，欢喜承受福音真相，圣册着现上帝大恩，自救世间解人忧闷，向前所断将得真实，主你叫表卡的旁边，上帝的理是在顶峰。最美的满杯卡恒，向民下起是对音恩，向这有很上的阳光，很了解你就是福音，相信这个难人的心，相这只是永远的路，那人心盼仰更耶稣，真更来叫咱听得懂，亲心乐为到天堂。那咱家做耶稣百姓，常常讲求上帝圣经，相信感化他人心光，看主之后期满满。阿门。兄弟请坐，这时请咱准备心来奉献。
平安礼，咱请曾牧师。咱来欢迎嘉兴俊雅书新吼，咱真欢喜，因倒来做礼拜吼。因拄仔入来时，我当摆一直看，是嘉兴还是阿强吼？因为戴口罩，两个兄弟有小可共，但是我真少甲看是嘉兴，应该是嘉兴对吼。真欢喜恁倒来做礼拜吼。敢有对我书新毋是俊雅吗？俊雅吼，嘿，真欢另外迄个是毋是书新吼，毋是吼，歹势因为戴口罩，所以准讲是恁两个吼，真欢喜恁倒来做礼拜吼，牧师真欢喜，我相信上帝嘛真欢喜吼。敢有搁对外地倒来做礼拜兄弟？感谢恁伫寒冷的天气，大家还阁是出席吼，上帝祝福咱。咱有一项代志，请咱带到红人吼，伊中风了后咧做复健，但是因为伊行动无方便，所以又引起一个尿道感染，后来就发生不明的发烧吼。最近有找到迄个原因，应该会控制较掉。黄红人吼，黄红人阁有就是请咱为着几个身躯欠安的遐个姊妹来祈祷。咱来吟这条诗歌，伫咱吟诗的时，你若想到什么人，你就甲伊讲：耶稣祝福你，上帝祝福你，吼。主阮少年，今日是无伫阮中间，阮的兄弟姊妹，阮特别少年，咱嫂阿嬷，主，阮足久无看到伊，阮恳求天父上帝你。用你的听充满伫伊内底，阮嘛少年，装死着校长林安杰，阮嘛少年詹天宇老师，阮嘛少年在敬兄何日上何上，阮恳求天父上帝照顾出外阮的时代中贵，嘛照顾今仔日伫阮中间的时代甲阮中贵。主，愿你荣耀因，我伫年长的年纪，有上帝你的荣耀，因的家庭用因最宝贵。所以我伫你的面前，恳求你收拾所有年长的我的兄弟姊妹，收拾因臃肿的身躯，收拾因健康、喜乐甲平安。所以嘛，伫你面前为着身躯欠安的很多人，为着伫你面前为主的教会，所有身躯欠安的我的姊妹，愿意被上帝你保守，欢迎你了，素贞老师，记得上帝你的力量。照顾伊里的阿嬷，求天父上帝保守，互因伫主你的稳定中间，到起来稳定甲开力。只想天父上帝，阮为着出外伫北部、伫台中、伫国外，阮的兄弟姊妹，所以愿你的听，常常足足，互因伫你的稳定。见证上帝你的慈爱，愿伫你面前恳求主你，也祝福阮在座所有兄弟姊妹，阮的家庭，自春天来临，求准备上帝你将圣神的风分入伫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阮的家庭的内底，互阮力上加力，温上加温。专为着向日葵学员。伫开学了后，拄到疥虫会感染的学生，学员的课程暂停，求天父上帝保守，互这个疫情传染得到控制，学生通健康倒来伫阮中间。所以你是阮的倚靠，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你帮助。
也所听恁，咱来为着即礼拜生日的人祈祷，来请即礼拜生日的人来头前，好无？为你抹油祷告，哈，生日快乐！主啊，为着所有生日的阮遐的姊妹来祈祷，主特别为着亚泽，求上帝你祝福伊，伫伊成长的过程顶悬，有上帝充足的稳定，享受伊智慧，享受伊圣心所带来的生命品格，主愿将世界交伫你的手中，愿天父上帝你甲伊保佑。祝福伊，互伊一生的稳定，长长久久。主为着所有生日的阮的姊妹兄弟来祈祷，做伫阮中间，无伫阮中间的有杰兴兄，有玉燕姐，有陈霍，有雨兰，有百庆、雨柔，阁有美秀、嘉欣、雅玲、汉金。詹登富，主特别恳求你照顾美秀，伊伫手术了后，毋是真顺遂，但是感谢上帝，你互伊有健康恢复，阮感谢你，求天父上帝互伊勇壮，通来侍奉上帝，甲主你同行，愿伫你面前同心祈祷，我哋所圣名，阿门。生日快乐！耶稣爱你。即礼拜五是咱的吉林区的联合礼拜吼，伫即个新园教会伫海口，所以有较远一点牧师会对遮7点半出发。恁若要对遮出发的人，恁来教会甲牧师做伙出发后礼拜的礼拜后，咱的教会中期有要举行一个共事营，为着咱的教会将来10年咱要举行一个共事营，中级要甲干部，包括请咱的青年团契、青少年的会长、甲妇女团结会长、干部会当做，拢会当来参加咱要做伙祈祷期盼是讲将来咱的教会过来未来的10年，咱要开始第一次的这个共事营每个人都可以将我们心中的感动伫咧中间来做分享所以后礼拜了后下晡。咱下晡2点，要伫教会开始即个共事营。妇女团体、青少年系的团体，会长，你若要招干部也可以，好不好？咱做伙伫上帝面前来建立一个祭坛，咱的教会阁有预备过来未来10年，咱有甚物种的梦想，有甚物种的目标，兄弟姊妹无招，咱大家毋是无招啦，咱拢其实拢会使但是咱放伫基督的中间咱对于即个长子的即共事营来开始。好，咱来请师会来报告。即时我来报告，请咱做伙来看周报。顶周聚会主日礼拜出席75人，现金6510块；主日落出席5人，现金460块。拜三祈祷会出席6人。本周聚会咱主日礼拜9点半伫礼拜堂，祈祷会拜三8点伫礼拜堂。青少年团契拜六7点半伫教育馆1楼，查经班拜六7点半伫教育馆2楼。圣港服侍后礼拜师会请陈美秀执事领伊暂停，苏琴请刘一鸣兄弟，书宪请张宏林执事甲班管执事，招待第2组爱餐暂停。新安讲读经表请咱照这个顺序来灵修。集体交通第一，2022中回年度主题是传承上帝国，塑造新秩序。咱教会10年的目标，展望100。今年是咱教会设教90年，大家同心来追找10年的宣教目标，迈向100。
第二，原岛教会设教140周年，邀请摄影导告咱并且代导，若有意的，咱请来问洪怡珍姊妹。第三，2月25拜五梨林区联合礼拜，伫成员教会，请参加。第四，世界公岛日3月初5拜六，下晡1点25到3点半，地点伫鹿港教会。咱2月21报名截止，请参加。第五，3月19拜六，梨林区妇女组灵修旅游，伫苗栗田园甲奥哈那咖啡屋，7点出发，逐个人900块，有挂交通、保险、中昼顿、暗顿。咱3月初10报名截止，请依林会长报名。第六，请为着生日人祈祷。洪家兴、洪雅哲、白玉燕、江晨瑞、江于兰、林百庆、胡雨柔、陈美秀、陈嘉欣、洪雅玲、陈汉金、詹登富，请为着以上的人祈祷。奉献报课，请咱家己看，若有出入的，请过家人员来更正。代祷事项：第一，为着台湾甲世界度过武汉肺炎的感染期来代祷；第二，为着身心欠安的丁丽华、庄严、江达、庄仁聚、潘素贞、黄宏仁、郭陈秀霞、李学兴，以及为教会所有长辈健康甲平安来代祷。第三，为着教会青少年的心灵甲课业来代祷。第四，为着适婚青年的婚姻来代祷。第五，为着姊妹教会的代祷，富林教会、集集教会以及道科大学教会。以上。即是请来吟上英圣诗507首。荣光归圣父上帝，荣光圣子圣神三位一体，早伫地，现在伫地，将来也永远伫地，无穷无尽。阿免阿免。请起立吟全首，吟诗煞，请曾牧师祝祷。荣光归圣父上帝。心来祈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神的感动相通扶持，甲恁众人三角地地，对即时到永远无尽。阿免。请坐，灭道避讳。